美国甲以色列行动啊。2月28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来射飞弹。美国总统川普证实，重大军事行动已经展开，会确保伊朗永远袂有核子武器。川普佮发声，讲美军会车倒政权，伊朗人爱把握机会接管家己的政府。也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伊已经离开首都德黑兰，转去到安全的所在。好，中东局势紧张，咱外交部宣布对即马开始，以色列全境的旅游警示调整做红色，赶紧离境。对伊朗旅游警示继续维持红灯。当地时间2月早起，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3摆爆炸。第一摆位伫最高领袖哈米尼办公室附近，也毋过哈米尼已经提早离开德黑兰，转移到安全的所在。了后，全国至少有5个城市，包括核设施所在的伊斯法罕甲库姆，拢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发表声明，已经对伊朗发动头前动手的飞弹攻击，以闪避威胁。美国也证实直接参与一摆军事行动。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began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in Iran. Our objective is to defend the American people by eliminating imminent threats from the Iranian regime, a vicious group of very hard, terrible people. That this terrorist regime can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以色列指出，这项行动，美国以色列双方已经协调筹划几个月，当初的日期也伫几礼拜前就已经决定。川普发表演说，说明会促成政权更替，喊声伊朗革命卫队甲军警放下武器，若无死路一条，也呼吁伊朗人支持美国的行动，掠到反转命运的机会。The hour of your freedom is at hand. Stay sheltered. Don't leave your home. It's very dangerous outside. Bombs will be dropping everywhere. When we are finished, take over your government. It will be yours to take. This will be probably your only chance for generations. 以色列主动提前伫全国各地有向防空警报，提醒民众准备应应，可能面临伊朗飞弹甲无人机报复攻击。国防部长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关闭领空、学校甲非必要工作拢暂停。军方随后也伫声明中确认，伊朗已经对以色列发射飞弹反击。这摆行动进程是数日内外举行的第3轮伊朗核谈判陷入死局，川普搁一次放话，若外交手段失败，会不得不采取军事打击。伫这进前几礼拜也陆续派遣福特号甲林肯号2大航空母舰战斗群进驻中东，大量增加加油机甲武警机数量，规模达到伊拉克战争以来上大，拢防解脱时，对德黑兰当局的最后通知，即马总算真正出手啊！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